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心靈療愈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我係宇峰。今集嘅題目就係千萬別問生命嘅意義，直到你睇完呢一個影片。喺某一日，某個人送咗一樣嘢俾你，但係你唔知道嗰個究竟係咩嘢嚟嘅，佢就係靜靜咁擺咗喺度，等待去被理解，等待去被發現佢嘅價值同埋用途，就好似生命本身最初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，我哋唔知道佢嘅意義係乜嘢，但係有一日你發現咗嗰樣嘢可以攞嚟裝水㗎喎，你就開始明白佢嘅功能同埋價值，你就開始將嗰嚿嘢當做茶杯嚟用。呢個過程就好似我哋對待生命嘅方式，從唔理解去到發現，再去到賦予佢意義。所以生命嘅意義到底係啲乜嘢嘢嚟呢？其實係由你自己從生命嘅脈絡去發現，生命嘅意義並唔係從天跌落嚟，而係喺生活嘅點點滴滴入邊，透過經驗、透過感受、透過回顧自己嘅一生，逐漸逐漸去發現。但係同時間，生命嘅意義亦都可以由你自己去賦予嘅。最終嘅生命意義係由你自己親手去創造，就好似嗰個茶杯一樣，佢嘅價值係乜嘢？係由你去賦予，係由你點樣去看待佢嘅。生命就好似嗰一份神秘禮物，佢嘅意義唔在於其他人話俾你聽佢係乜嘢，而係在於你自己點樣去發現、去理解、去運用佢。每個人生命都係獨特嘅，每個人賦予生命嘅意義都唔同。呢一個就係生命最美麗嘅地方，佢嘅意義係由你自己去創造嘅。多謝你收睇心靈療愈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。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